你无用衫，手安尼一直比一直比，人看无啊。你以为你跳啥？夏威夷迄，你要叫韩国袂上拍，啥物啥物？听到没有？你讲我咧跳，呜呜呜呜。你安尼有几下人敢知影？知啦，知啦，知啦，知的人拍知影，毋知的人甲我讲你毋知。知影是韩国倒一团伫呜呜呜呜的吼，知影安怎跳的人吼，伫下骹老位吼。竟然互白变知影讲吼，就这样跳这个啦。我无看到啊，想袂到咱两个开场是开即种物件。就是啊，到底是安怎变韩国的？毋是啊，毋是变韩国的，是因为我跳，你甲我讲这是迄我超滚舞，我感觉做袂爽啊，所以我就随 call out 互阮室友，嘿，伊随甲你反驳。但是问题是你跳甲无成啊，所以是我的问题对啊。对啊，我无想要听好安尼，互咱继续听落去。这个开场敢是有奇怪。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失恋、上班互头家骂，啥物拢会使讲。啊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互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哦。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开拍个节目，来听我白边，我白边。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你想白边啊？什么？你食？你讲我姨？哈？你食我姨？哦，你讲毋捌阮中华人笑话呢？我都毋是中华人啊。我跟你讲，我是最近看到迄吹面顶咧讨论啊，因讲咱台中甲中华的人一句话就会当分出你是啥，遐厉害。对啊，就是中华我知啦，就是你是谁的台语。嘿，我就讲你食有啥？伊讲嘿，你就是中部有安尼。你讲我姨啊？我想讲你那拢无人接我这个笑话，你知无？都毋是在地啊。但是我讲你食所以我你讲你食的时阵，你敢有听会出我伫讲啥？你想啊？但是你袂随想着讲我姨即个笑话安尼。袂，因为你咧讲食是台语啊，我袂去想着食甲伊即个华语的谐音。OK， 好，拜拜。听到没？想讲拄则咱开场咧跳舞，即摆伫咧食姨。无多小便听你讲，就是一个遮尔多元的单元。嘿啦嘿啦，阮头前是伫练习。你练习的时阵想讲哇无聊，白变你练的时阵我是伫遐跳舞，结果想讲奇怪，你啥猫咪呆伫咧跳迄超滚舞，嘿咩？这是对迄韩团一个，就是阮室友讲的迄大级的侮辱哦，对，迄大级的侮辱，这个字咧排练哈，这5个字真排练。有影，你练一遍看卖，迄大级的侮辱，级无是级无，哦是级啊。对无是级数啊，是级数，级数是一级两级嘛，是咱的级，对，所以是迄大级的侮辱。好，这个话题就到这 ，OK 哈。后一个，好，顶个讲到红枕是伫咧讲狗的迄集有啥物批评的时阵，叫红枕，即集毋通伫咧困进前听。到底是安怎是伫咧困进前毋通听咧？即集的小编听你讲，就要来甲大家说明啊。无毋对。头起先是因为阮最近足久无听到红枕的消息，嘛有真侪网友咧问讲，奇怪，拢无听到红枕的消息呢？后车驶了有顺利无？所以后边就传信息互红枕讲，你最近真无闲哦，爱照顾家己的身体。结果无问无代志，一问不得了，伊就回安尼热热的一篇大家来听一下红枕就回讲，我还好啦听到没？因为我想要问恁即个还好我自细汉到大汉拢听华语，也是讲还好即个字就是台语。建中你有听到无？建中还好即个词是要安怎翻？也是讲还好就是还好，还好是华语啊，也是讲我普普啊，普通啦。哦，就是无好嘛，无毋好，中间普啊，中啊，嘿，干。你看起来干哦，你这干呢？我是足干巧的，无毋对啦。好，伊讲休热的时阵，就是规工甲囡仔白做伙，完全无家己的时间。见摆若听迄节目听了，想要写什么表单，就安尼拖咧，就搁继续拖咧，连一个老话就写袂出来，拢歹势讲家己是真爱呀。好佳在，阮已经开学2礼拜啊，囡仔全部拢去学校咯，只是总算有一段清闲的时间。真正是足感谢老师的，老师真正是太伟大了。当开学的时阵，因为是校车司机，6点就爱上班，5点就爱起床，惊家己困过头，嘛搁惊家己困无饱，塞车会拄久，压力真正是超级大的。
颠倒困无好。每一工透早送学生出门以后，就爱返去厝补眠，因为爱阁驶一逝去送学生返去厝，所以当开学的前几工，为着要帮助好困，我会听一个带你冥想、放轻松的录音档，定定听到一半就会困去，会当帮助我较早困。毕竟我原本就是一个暗光鸟，但是半暝2-3点就会精神，而且要阁困倒转去是真恶。我有一工就无啥想要听迄个冥想的录音，该听恁的旧节目。欢欢喜喜听了了，想讲哇，要搁点一集来听无？我就困去安尼，而且迄工真爽快，一困到天光，到闹钟啊叫了后才精神。真是的啦，听恁的节目有够爽快啦！8月份的主题是甲我有足侪想要讲的，但是会甲我家己的代志影出来。拜托甲我讲，你已經收到足個投稿啊，我毋免加講，互我留一點仔，互別人探聽。哈哈哈，袂赴啊，你已經攏講了，咱嘛已經送出去啊，哈。係啊。好，既然要念這段，我就來增加一點仔內容互恁。因為自從發現烏白邊的節目比這個冥想更較好用以後，我即馬為着規暝好困，要困之前攏是聽烏白邊的聲，但是我愛足細緻的景，袂當點着有講着我的迄集，因為有一工。這無搁你放送，我已經困去啊！雄雄聽到烏白白咧甲我叫，我就精神啦。恁敢有這種經驗？困甲足落眠呢，頭殼內底非常安靜，而且嘛規片暗暗的時陣，雄雄清楚補出一個聲，安靜。你聽起來這是氣鬼死啊！有啦，你聽起來那是你講的恐怖片啊！我都醫寫呢，我就想要安尼演的啊，這紅一個問題啦，紅一你改一下好毋？你要改這種，我只想要演的。過來，我就慢慢聽到其他的聲，我想幾啊秒以後才摸清楚，即馬到底是啥物狀況。我真正是呵呵呵呵呵笑兩聲，過來就繼續困呢。對啊，恁可能會想要知影講我聽的是倒一集，是第4季19集台文假死咪2迄集。好，我的細細念就到這。不離過吼，咱這個 Q&A 這兩個佇咧，我就高不離中來問者，這部開場到底是啥物人寫出來哈？今年6月中第5季15集的時陣，烏邊叫大家先試暫停，甲這個開場背出來。拜託咧，我當然嘛是無法度，我的耳仔會記哩，我的腦中嘛有真濟烏白邊兩個人佇念台詞的聲音，但是我的喙對袂着啊，所以我進前才會想要聽烏白邊念對方的台詞嘛。雖然講想要交烏邊就安尼凊凊彩彩就甲伊念了啊，烏邊你的喙是毋是甲一般的人聲啊無共款啊？我必須愛講哦，雖然我 Q&A 有問白邊到，他都莫看字，就甲即個開場念出來，但是背會出來背袂出來攏無要緊哦。你若是背出來，我會甲你拍撲啊。學了白邊真正是一個用功的好學生，會認真克服困難。背袂出來，我嘛會甲白邊的肩胛頭大大的甲伊講，無要緊啦，阮就是愛你即款的白邊。要怪台怪寫即個台詞的人，寫個遐歹念是咧創啥？所以請問是啥寫的？你什麼意思？可別跳，聽到沒有看無啦？看無你跳啦，像寫的啦，寫甲安尼啊，歪哥起床呢啊，歪哥起床，喙的歪哥起床。迄當陣真正是。想要到遮歹念哦，所以你寫的哈，我袂記得啊，因為咱是先寫華語啊，這個來換做台文。亂講，哪一人直接是用台文寫的？哪有？我會記我有，你有先寫華語哦？我有改中間的內容。我知影你有改，但是我會記咱一開始就是寫台語的，因為咱一開始就是拄烏白邊這兩字開始想的。我講來啊，烏白邊啊，看要編啥啊？好啦。啊無我一個烏邊啊，我請我叫烏邊啊，啊你叫白邊啊，真的是真哩凊彩，就閃現即個烏白邊的部分。對呢，咱毋捌講過，就是咱節目開始的時陣，安怎你想食的對無？對啊，無講過。聽種朋友敢有想要聽？恁知影烏白邊就是真哩凊彩的做出來，啊無咱來想一個烏白邊的節目。後來我叫烏邊，你叫白邊啊。嘿，所以講你皮膚較烏，我較白，但是我穿烏的安尼。對啊，一開始我要叫烏邊呢。對，因為伊皮膚較烏。但是我甲伊講袂使，我攏穿烏的。你到時陣你若來賓來的時陣，看到我，伊甲我叫白白，安尼是毋是足奇怪？就像迄烏色的狗，你甲伊叫西魯；白色的狗，你甲伊叫骷髏，哎，足奇怪呢。所以我甲伊講無要緊啦，我就叫烏邊，啊你叫白邊啊。啊伊嘛白邊嘛想足久的，想足久一下。你當初是講你無愛啊？哦對啊，
伊讲我的皮肤较乌，我要做乌边，伫遐吵呢。但是嘿，我会记迄当阵哪像第3位哦，第三哦，你讲皮肤比你较乌迄个，我是无安尼讲啦，恁两个到底谁较乌？我也知，我毋通讲，因为我伤白啊，无我就甲恁比拼。嘿，我是白雪公主呢，好啦，这无重要，这是重要好不好？我感觉无重要，我会记伊当阵是讲伊叫小乌边是无？我知。应该是啦，我就是雄雄接到这个消息，讲有一个小乌边，伊就是三不五时的家。对啊，所以伊就是一个小小的角色，才叫小乌边啊。因为伊讲伊皮肤嘛乌乌啊。那呢？为什么我毋是乌边？伊当阵敢是穿乌色的，哪有啦？伊讲穿5花10色吼。对。哦，凊彩若非你就讲要叫小乌边啊。阮你讨论时你敢无听着？无呢。我知是安怎？因为你当阵讲无熟，讲无好，无咧讲讲话。对，我家己一个人。听朋友，恁敢知影？阮两个是原本无熟识。嘿啊，咱即个来宾来上节目时都问讲，咱两个是毋是原本就是朋友？毋是歹势吼。阮只是同事。阮连同事拢毋是。咱来毋是同事。咱来要合作的时阵，咱当初是无熟识，敢若食饭时阵看到的，就是眼一个。安尼就是同事啊。毋是你态度足歹呢，你拢面足臭的，面凹面臭。是安那，我就无想要讲话啊！你要承认无？你当阵面拢足臭的，无啦，其实你是无表情。我就看无我家己面，我也知我面是臭的。我甲你熟识了，我现讲你有当时是看袂清楚，所以你目睭会小可安尼喎，安尼共看一个。但是因为你是看无着，你是毋是近视的度数无够？袂啊，会安尼共剪一个。可能我就是较惯死迄目头角角呢。对，而且拢无表情呢，别人你开讲你笑，创啥你拢袂笑呢？会看讲啥？你还佫讲你是爱人啊？哟，对啊，我就爱。真诶呢，白面无熟识的时阵，伊差不多拢袂甲人讲话呢。嘿啊，我就是袂晓社交。我是感觉甲人讲话就忝诶。对，而且就是伊边仔迄个人会一直甲别人讲话。嘿，伊就想讲，我拢免讲话安尼。对啊，对无？你是毋是安尼？我就是顾食饭就好。伊拢无会社交诶，阮两个当初是无熟识啊。阮咧讨论这部时阵，伊嘛伫边啊，或者伊就是无搭话啦，或者就是去用分配这个任务啊，伊敢若会当做尔。对。原本你真无信心对无？我就是袂晓啊，讲话，而且我嘛平常时少咧讲话啊。啊，即摆搁要面对一个麦克咧讲话啊，我计是要讲面对一个我，我会起笑我。安尼我知影啥？其实我早熟识你啊。哎哟，电视人熟识你啊，所以咱两个讲的了，哇，前几世迄个记忆就拢起来，就开始开讲。对，当甲以前迄种感觉找倒转来，所以大家才感觉讲咱两个熟识足久的男朋友安尼啊。哦，你的反应使较好咧，情绪价值的。我搁咧做迄个感觉啦，使落，做啥物感觉？找顶世人迄个感觉。咱都已经困到顶啊！你可要找偌久啊？问你，后一摆搁要出去啊？搁要找啊？是无？继续找啦吼。但是咱无困共顶诶，听到朋友甲恁讲，白面做夭寿诶。阮去出差，伊拢讲，你若医生有教会使困无共间，我讲歹势无迄个医生，伊讲安尼困无共床会使。对啊，我讲无一定咧，是迄面上较大点诶会使。伊就做勉强讲，好啦。咱公司有医生啊，无啦，一人一间啊，无啦，你迄一人一间，搁要有法度兼录音诶，真正是无可能啊。好啦，莫困做伙就好啊，莫困做伙。咱先困到顶啊，咱都已经先困到顶啊，你讲完都困做。先困啊，免困到顶，好无？谢谢啊。好啦，过来伫要困进前，咱先来念另外一个老话。为什么是要困进前？毋知影，就是咱出差个一两礼拜嘛。安尼还未困，听起来真歹势，毋知是安怎。安尼莫困好啊？袂使啦，咱出去若无困，过顿会烧声呢。安尼爱困。但是去台南袂使，搁食一寡有诶无诶，�阁是真诶。啊，食鸡胎。到底牛肉汤会搁休困无？莫食牛肉汤啊啦！啊，你做啥食一两间牛肉汤？安尼去找24点钟迄种就好，好来，过来换你念。好，这位是阿华，对，阿华，对，伊讲白乌变平安。真正听起来最先你念迄有啥物批信吼？迄个这是小编听你讲诶，今日即两个拢足长诶呢。哦，小长，无你较长甲吼，这个其他甲分做后一集吧。好来，你继续歹势。好，白乌变平安，歹势我控普勒萨也袂买。毋过听到国际狗仔日第2集起头遐，
后边要用狗仔叫声写一条歌。想着我真正嘛感觉共一种动物伫无共语言拢有无共叫声，真趣味。怎啊想讲爱来写即张批，甲即个知识煞啊报大家知。先为鸡仔讲起，讲英语的鸡仔咧叫是咔啦咔啦叫，咔啦咔啦叫，哪会听叫？要咔啦咔啦。伊是生意无卖哈。咱台湾鸡仔是咕咕叫，咕咕咕咕咕。啊，若讲中国语的鸡仔是咕咕叫，咕咕，这是放假，咕咕。这是放假，别甲我骗咯。讲日语的鸡仔咧叫是咕鸡咕。哦呵，我个人伫遮怀疑日本鸡仔甲咱台湾鸡有共一个祖先，嘿，无哪会听起来甲咱台湾鸡咕咕叫遐像着。过来讲猫喵，真正毋知听谁讲英语是同世界真稀罕迄几个无甲猫仔叫声直接当做动物名的语言之一。学着客话了后，想讲真正有影呢。客话讲猫仔号做喵诶。喵诶，喵，就是讲客话的猫仔咧叫，喵喵安尼叫。讲中国语的猫仔即马拢喵喵叫。我个人合理怀疑是听讲英语的猫仔咧喵。听久怎啊风看去？古早中国猫仔无定是猫猫叫，猫猫叫，猫。啊，若日本猫仔，我头拄仔问 AI， 讲是喵喵安尼咧叫，干嘛呢？敢真正有遐拄好诶？嗯，因为咱台湾猫仔都是猫猫叫，搁有猫猫看，竟然甲日本猫仔差一个有尔。应该日本猫甲台湾猫嘛共祖先，毋管恁要信也毋信，反正我是信啊啦。上尾咱今仔日重点是狗仔，我来重点是狗呀。即马才要讲到对重对，头点。前讲遐远，叫今日重点是狗。嘿，讲英语的狗仔是 woof woof 叫， Wolf，这同人知。讲有，我毋知，我嘛毋知。可能咱演技无好。我过来。现主是讲中语的狗仔拢汪汪叫，这嘛毋是新闻。毋过伫遮我爱搁一摆来合理怀疑，是因为中国狗仔即个叫声甲日本狗仔汪汪叫是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是华语哦。若讲无一边是学人的，我看是无啥可能啦。当中又搁爱算中国狗学着日本狗较大面，理由摆出来是安尼。若准中国狗自古早就汪汪叫，照个因早就爱发明一个口字边的汉字来写即个声，毋则对。毋过煞无，今仔日中国语使用者普遍用来写狗仔叫声迄字边，竟然是3点水。我搁较安怎看，就是字幕组要甲日本艋舺上中文字幕的时阵，才临时杀来斗的，毋是自早就有的。讲规大摊，到底咱讲台语的狗仔是安怎叫？我教一条网链仔互恁，即条网链仔通为迄个粉红仔色爱情的字典网站找台语去，恁若甲刺入去，就用看到100年前日本人已经甲咱调查好势啊！记载伫台日大词典，迄时咱台湾狗仔无学讲日本话，因是吼吼叫。今仔日有来收听的观众朋友真有福气，是安怎？就是为今仔日起，恁若听到恁兜狗仔咧叫是 woof woof 叫，也是汪汪叫的时阵，恁就知影通甲教，亲像安尼。落去啊！来，我甲你讲，你做一只台湾狗，食台湾米，啉台湾水，选台湾电火条。你都毋好学人外国狗 woof woof 叫，还是汪汪叫。你对我看电视无要紧，毋过你爱知影，电视是摕来看的，毋是摕来学的。毋管你看电视内底遐外国狗安怎叫，你都爱记哩，你是台湾狗，咱台湾狗是安尼叫的。来，我叫一摆互你听，啊，你爱对我叫哦，吼吼，安尼你会晓袂？伊讲啥？吼吼，敢真正安尼叫？对啊，咱学狗仔拢是。猫做这才叫法的呢，叫叫法。
喵。恁兜的猫仔有几种叫法？三百种，阮兜养要头进前，有这你顶解有学哦，所有的主人听着，串起来。丢起来。诶，咱这个阿华有有补充的，你要尽煞念不了无？补充哦，对，伊讲歹势，我顶一张被有一位写毋倒去，倒位，我查台日大树顶嘛有收猫仔叫声，喵喵叫，喵喵叫，喵喵叫，歹势。想讲莫互听众朋友吸收到毋对的知识，赶紧过来改正。好，伊阁有讲，你看我顶摆讲我会歹势，啥即摆过来倒直直会歹势，看我讲的偌准就好。偌准你敢知？偌准你敢知？那知，那个是小朋友，阿华你是像哈？对啊，你先甲我讲你孔普雷莎袂买，啊，咱之前是有讲到啥物孔普雷莎对啊，话题是？即句话到底啥物意思？我敢若知影讲用孔普雷莎，敢若就是目光喎，嘿，迄定情安尼，砰砰砰砰砰安尼尔，还是顶个介意我迄个？无啊，我有去吹呢，就最介意你的，但是毋是同学的咸辣，咸辣已经消失去啊，咸辣已经是过去的啊，咱已经过去啊，心。好，无要紧，重点是。我去找迄个mail，你知影？因为咱即马老话有迄开迄个mail，我去找无迄共款的人诶。我嘛找无啊。啊是阿华是伫咧咱之前还未开迄 mail 记录进前诶。啊，有可能啦。阿华你想啦，你紧来甲我讲啦。顶回迄个名是啥物名？对，啥物名？阮无讲着阿华呢。印象当中是无啦。我知影一个阿华师尔。对啊，啊是讲你佫有别个名，是讲阮甲你绕高去，无要紧来甲阮讲。我会当互你骂，无要紧，你看你要甲我骂啥拢会使。其实我甲你讲，我当初是当看到即个投稿的时阵啊，我原本要用mail甲伊回讲，你这敢要家己录音哈？我这感觉伊家己录起来一点真好笑，因为我感觉这写来有一半是要甲咱创，是要听咱学，是要甲我创哟，无是甲我创。毕竟伊是写拼音，你知影？但是我知影讲，白边你是爱我的，你甲我做伙练习了，你会感觉讲哇，因为我看了伤烂，所以你会决定甲这个物件接落来。若无红针会批的变伫你头顶，两个选一个，你只好选一个拼音咯。嘛是啦，对，我就是看痛苦较长，还是痛苦较低，其实拢共款啦，差不多啦。白白啊痛苦啊，结果想袂到咱今日即集啊，或者2张长批就甲伊接满。对啊，咱小编听你讲，敢毋是要倒倒的？对啊，最近大家愈写愈长咧，想怎啦？毋是这啊，我要伫顶头限定咧，干来当写几字？毋是，我你讲100字以内。无啦，你莫咧，结果红字会写5篇，啊，你毋是共款意思。我你讲这一定是咱最近愈做愈成功，因就是写批写来了后，就是愈来愈侪心得啊，所以就会甲伊反过来。听讲迄顶界有啥物批信，到我迄集，咱凊彩讲着讲问讲啥哪里会去互迄教我教。嘿，即件代志了，我咧讲红针真正有回一篇哦，真的是囥伫小编听你讲内底，迄嘛是长一篇啊！哇，这嘛是厉害啊厉害啦！红针，阮的节目都靠你啊吼，啊，佮有拉力啊，佮有这新的阿华，安尼就是时间无够，红针来到，建中咧，你甲建中去伫倒位？建中啊，建中啊，无啊，重点是咱 Q&A 嘛，讲无几项呢。嘿哦，无安尼好啊，咱等下来讲一条 Q&A。啊！我会记你去朋友佚佗，有发生真侪趣味的代志。哦，你先甲大家讲，真正是，你先甲大家讲朋友的代志。所以敢若来啊？无迄朋友迄啥物啊？啊，朋友迄啥物节已经过啊吼。啊，放烟火。对，好来，你先讲。我先讲。对，毋是要讲 Q&A。你要讲一个 Q&A 哈。好，安尼歹，来先讲一个 Q&A。无咱逐工拢无讲着 Q&A。今日佮加讲一条吼。好来，咱要问讲咱介意的料理是啥物？你介意啥物料理？奇怪，这是毋是有讲过哈？我咧感觉讲咱是有印象。我讲我介意日本料理，你著介意日本啊？无你介意啥物料理？真正甲我讲过哈，你甲我回者。其实总共来讲，我是较介意日本料理，但是退一百步来讲，只要是好食的料理，我拢介意。你安尼有回甲无回啊，差不多哦。好食的物件我拢介意啦。嘿，但是袂当食咸啦。哦，你袂当食咸哦？无法度食做咸的，我哪会听？哦，对。我介意台湾料理。台湾料理。对，就是伫台湾食到的，拢算是台湾料理。啊，就是好食的料理。你这有回甲无回？哦，即条就安尼吼。想要请阮食物件啦，我甲你讲，只要是好食，阮拢介意，好无？无迄特别啥物料理，啥物料理阮拢愿意试。免钱的好食。迄榴莲毋通互乌边。哦，对，伊会吐。你若想要看我吐一道料理出来，你嘛是会使摕来互我。毋通，我无想要看。
对，只要是免钱的好食的，阮拢足感谢的哈。对对对，多谢。好，来换你朋友开始。哦，这个代志真正是嘿， 7月发生，记甲话若是要真慢呢。哦，话若是要讲透机，目说是飞袂离啊。噔噔噔，听讲啊？反正阮就是拜六礼拜拜一安尼3工，对所以我坐飞轮机去平湖，对，再去8点25，结记果甲遮清楚。结果对，阮到位的时阵，嘿，就你知影爱报道，迄行李拢寄好对等要上飞轮机，嗯就看迄大荧幕顶悬写嗯，飞轮机检修、检查、修理、检修，嘿，检修好。水跟哪来呀？嘿。安尼歹个调呢，一开始就安尼啊，后尾就是衰安尼。对，检修嘿，本来无想遐济，因为无拄过嘛。对，结果尾来迄台飞机怎无要飞啊？伊可能就是害去啊，对，就是直接换一台，啊，毋着佫签着。对，佫签着。重点是伊就公布嘛，嘿，请大家去啥物所在摕行李哦。哦，因为迄行李甲甲放落来，对，所以我就佫去寄一架行李，迄行李敢有足重诶，差不多8公斤。夭寿呢嘛，即不哩重呢。你会记我去朋友查上大行李是啥物无？袂记得啊，枕头。你的枕头无啥重对了啊。啊，最后上飞轮机的时间是9点40，啊，差点钟呢。嘿，原本要订迄个飞轮机到平湖差不多时间。啊是啊，我会记我迄一开始买差不多是9点35到，对，结果变做9点40才飞。趣味呢吼。重点是要上飞轮机的时阵，落大雨。啊，我头一摆拄着迄落大雨，佫爱举雨伞。对啊，因啊为伊迄是世代的，无对对无迄对对对个接过迄个啊，对对对空中对。走廊啊。迄小大迄个雨，啊，但是迄飞轮机是细只呢，落大雨啊，毋着飞轮机一直摇。较无感觉，哦，好因，为伊会飞起哩。对，就是因为迄风台啊，所以落大雨。最后我就是摕着2张迄飞轮机票。嘿，到位的时阵，要去放行李啊，因为伊行使入去大，对，要开行李，密码害去。啊，开行李的密码害去。啊，毋对，头前就是时间未够啦，阮是去食饭安尼，对所以因为落大雨下仔淡去，对爱换迄衬拖，对，迄个时阵过会当开哦，嘿，开好锁起来，放伫迄个房间内，尾要食饱要倒来房间，要开就拍袂开啊。啊，所以你毋是暗号袂记哩，是迄个物件害去。对，我真确定我的号码是啥物，就拍袂开，所以我就甲我的行李拖咧迄柜台，请迄逆上倒3工。甲你搅开安尼，我毋知伊就用迄手电安尼照安尼，嘿，伊就拍开就讲这卡掉安尼。毋好个锁安尼，对对对，夭寿安水到哪来啊咧？过来就拖转去房间嘛，对，我就去便所，嗯，便所出来，另外一个女伴讲，我甲你共款呢，你会嘛个锁？你嘛拍袂开，所以阮讲一摆就去楼骹找迄个逆上。咱是毋是咱礼拜迄好甲促销啊哈？是毋是你较衰啊？我感觉咱准你去迄台南迄，可能是因为你带赛哦。我嘛无想要安尼你安尼我足惊的呢。好，过来，迄算我的学姐啦，对，就是阮嘛是去找迄个逆上，嘿，学姐就讲我真确定即个密码是000，嘿，但是就是拍袂开，而且伊迄足麻烦，伊迄是海关锁，哦，对对，就是爱锁死。尾仔嘛是拍开啊，足厉害的迄个逆上，迄你若是做啥物偷开行李的是？因为伊好讲问者，阮毋是头一个，所以伊迄个房间内底带一个真趣味的，就是地基主。啊，你若一摆就是爱甲你锁起来，甲你反应安尼。正经的好无？诶，反正最后阮有买迄饮料请迄个逆上啊，甲伊说多谢。对，中间就是佫算顺利啦，嘿重，点是阮原本要骑机车，对，后来决定租车，租车，真正是上好的决定，真诶。因为迄3工拢落雨。哦是啊，毋是因为做热的对啊，逐个拢讲去平湖爱做迄风拍啊，迄烧热的，对，无拢落雨，那衰啊！真正好衰。你看我用台南真正促销是毋？迄平湖人就讲，因为因遐就是地较平啊，所以迄风吹到倒位，云到倒位，
一下就雨就落过啊到倒位，哦，我会记迄种西北雨啊，一下就过啊呢。是无毋对，啊毋过落一直就大诶啊，你四个人拄着西北雨，对啊，对重点是迄个雨，嗯阮毋是要去澎湖看迄烟火，对啊，迄要放烟火嘛，9点对，开始落雨。头一个夜雨伞，哪录影，哪翕相，你自己开始叫来啊看烟！诶真正是要哭无目屎。啊，但是烟火嘛是个水水啊，嘿，对对对，哦，你真就好好看。啊，你就好啊。但是咱夜雨伞就无方便但是恁的啊，落好是毋是无人机就无出来啊？无无人机，哦是哦，嘿，干那恁即烟火届无尔。阮看迄场无啦，哦，衰啦。嘛好啦，你若看迄场有无人机嘛会促销，我跟你讲。因为阮有一个学妹是澎湖人，对，所以阮有问伊讲澎湖的天气安怎安怎，说嗯无啊，我转去拢足热，拢无落雨，嘿，真正是衰。最后就是总算要转去啊，对，要转去的前一个暗时，嗯，我接到你接着短信，对，歹势，你的回零机搁要延前啊。咱无坐飞机，咱坐高铁应该是无问题啦。我原本要坐5:40，对，结果要撑到6:20。暗时哦，嘿啊，我想讲啊哇，安尼我倒来阮7点啊，就忝对诶。加载，我有去排迄个补位诶，哦，我补着啊，嘿，所以我你的3点半就上飞轮机啊。哦是哦，对啊，所以恁提早2点钟到位，对，哦，较厉害哦，嘿，因为可能迄有一寡人是飞位高雄去，对，啊，我迄飞倒来上山遮，哦，啊，可能人较济，所以补位的迄抢较紧，无安尼。哦。对啊，听到朋友请问我后个礼拜敢有需要促销，咱就出差哈，以下开放就是投票。莫去好啊，你安尼我做烦恼的呢。咱顶届徛安尼到咱才有体在。毋是咱顶届徛出去是别个你爱落去，啊到时阵即届是要落啥物件？我咱若落去，咱落去，咱会骗咧，咱会摔落呢。我看下登记你个搞饲呢，还袂保险，保险嘛无效，你会叫我住几楼？无阮住8、6楼呢。你这是要想要甲我挨去哩哈？我会起笑我。吼，这就是我嘿，所以敢若来啊的故事。中间阁有啦，就是迄要去，本来要去某一间食饭，对，结果走毋着间去，走去隔壁食饭，想要点的点无安尼。我就坐落来看迄 menu，我头拄看毋是即间啊，安尼嘿走来即间食饭安尼。所以你目睭大绿拢是假的对。无，阮就是3个人嘛。对，啊，学姐就讲啊，我先落去占位，哦啊，，阮就对伊入去。结果伊走毋着对紧。唉，好啦，但是阮后来查着，伊讲迄间是一定爱食的。哦，对啦所以这就是恁安慰家己的方法了，对啊。对，就是我想要食的无食着，但是有食着一定爱食的。嘿，好啦，啊，搁想着一个，嘿，就是阮有食着迄澎湖的菜龟，菜龟对，澎湖的菜龟较特别，安怎讲？因为就长长啊，在地号做角龟，角龟对，啊，阮就是去菜市啊买迄角龟，啊，因为学姐想要挂去你飞轮机，哦，炸转去互伊的厝内哦，来食。伊是要炸转去的吼，对我想你要伫是好遐新妇，哦，我就是你很台很强，就是伫咧餐厅有食着，对，结果迄工去买的时阵透早落大雨，所以菜市也无开，有开。无角龟。对，找无呢，毋知为虾米，是毋是无着时哈？你去餐厅甲因买一个啊？无想着啊，所以阮就是压雨啊，规身躯澹，佮转去房间，加在要退房咧，啊，逐个拢用迄吹风机咧，吹鞋啊，吹衫啊，啊，真正是有够难忘的澎湖之旅。奇怪，你逐遍出去佚佗了后，倒来拢会有即种物件通讲呢？安尼是好啊，是歹呢？虽然讲有地在袂歹，但是收衰啊啦我！希望咱台南无遮济物件通讲，好无？上无迄高铁袂延前啦，你毋通插旗啦，我做惊的啦！无风台啊啦。莫后白讲啦。最后我是感觉迄对航空公司对，爱选好，哦，对。敢有可能是因为人的问题，毋是航空公司的阮决问题。定后盖
选另外一间。哦，试看卖就对啊。因为迄沿前佫有点心通好食。哦，你是为着点心就对啊。好好哦，好好哦。另外一间啊较好食。哦，好好好，我可能知影吼，青青迄个啦吼。啊，你甲小面迄，好好，差不多。对，差不多啊。好好，这已经超过咱 Q&A 的时间。条边我到底迄出差要促销哦，紧来甲阮投票哈。哦，时间差不多哦。听你讲，听我讲，心听爱甲小编讲，事事万行拢通讲。咦，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多谢大家努力。因为你咧讲食的时阵，迄是华语啊，我袂想到迄是台语。我讲啥啦？笑爆！甲咱台湾鸡咕咕叫咧，咕咕叫叫，咕咕叫叫，咕咕叫遐成着。我个人合理怀疑是听讲英语的猫仔咧，英语是啥？英语。我个人合理怀疑是听讲啥？是听讲英语的鸟啊。听讲啥？照讲因早就爱发明一个口字边的汉字。你创啥？你啥错咧？我嘛感觉我声音错。错啥？伊跟我讲，一个空，你在空。啥即几摆，这几摆是几摆？